台南关庙碑仔头因为挖出清朝的外路窑，引发各界的重视。立法委员陈廷辉上午嘛邀请了文化部文资局以及市府文化局、地方的里长、甲当地文化行动联盟的成员共同会勘。现场有着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教授卢泰康来简报，说明目前挖出来的唐老窑。这次我们挖到是单一型的窑，所有制糖用的陶器在这边全部都有发现，而且年代可以明确是到清代的后期。这是台湾第一次发现唐漏窑，第一次发现唐漏窑。20几年前那个我在做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件事，那现在这个发现其实填补了台湾的陶瓷史，还有工业技术史的一个重要的空缺。这个侧窑壁这里啊打掉了，没有关系，这边在，这都还在这个里面，只是现阶段不宜揭开，怕后面有一些烧成温度低，因为窑温度最低的是后面。这个以后啊，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复原整个，这大概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大概是台湾目前唯一的。如果相较于南投，它是发现后立刻被南投县文化局破坏的话，这里可能保存了台湾唯一有关于早期糖业史和窑业史的重要遗迹。教授带着各位穿过竹仔园，四界拢看得到一寡翠叶，而且形成一个小的山峦。一直到挖出来的烟筒，才确定是清代的外路窑，但因为该地是私人的土地，目前挖出来只用成原地来保存，等待挖掘其中报告送文资审议委员会来审查，才来做后续的处理。会去做安全保护了哈，因为这个安全保护，我们如果说让它崩塌了，它就什么都没啊。所以安全保护可能要优先哦。那这个也请我们的文化局代理局长这边，请我们文资处哦，因为代理局长这些做了解了哈，依照的是咱文资处的处长哦，所以做了解这个听书哦，所以安全的部分要麻烦第一时间可能今天回去要马上请我们相关人员哦来做一个确定哦，因为既然他们当时候开会就已经说了要先做回填哦，那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就赶快来做哦。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希望2个月内来做文字身份的确定。那文字身份确认，我们才能启动后续的一些状态。那我们等文字身份确定之后，我们再来开这个一次的一个协调会。好，邀集中央跟地方来开协调会，看文字身份确定之后，我们要如何进行下一步。看起来它是一个古窑的窑体啊，哈。那它到底是遗址呢，还是历史建筑，还是古迹哈？可能台北市政府要去确认，或者是它又有遗址，又有历史建筑，又有古迹啊，也许也是这样。但是这部分还是台北市政府要先去做文字的审议哈，要先确认。那确认完了以后哈，它是不是要设立这个保护区哈？就是我们徐老师建议的要做保护区，或者是还要做这个文物的展示空间，那或者是要做文化资产的教育基地，那这一部分都是要台南市政府等到它有身份以后，那台南市政府它去做规划。那规划以后，如果有需要中央协助的哈，我们一定会在我们文化部文资局的这个补助作业要点的规划底下哈，我们会大力来支持这样。徛伫地方的里长甲文化行动联盟的立场，当然是希望遗址会用来保存。但因为其中报告送文资委员会审议，还佫需要一段的时间。但目前挖出来部分，文化局会先来覆盖保存，避免等着大雨冲刷。至于后续的审议，立委陈廷辉嘛希望2个月内会用的完成，先确定文资的身份，才佫来做后续保存的方式。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